以下係一份簡單嘅自我評估問卷，幫你初步判斷你偏向邊一類肥胖類型。請你根據真實情況回答，記低你揀咗邊個選項。第一部分，體型。一、最先肥嘅地方喺 A 肚、腰 B 大髀、螺油 C 全身均勻。二、腰圍臀圍比例 A 0.85 B 0.8 C 中間斜線唔肯定。三、側面睇腹部 A 明顯突出蘋果型 B 平坦斜線微突臀部突出 C 全身圓潤。第二部分，生活與荷爾蒙。一、有冇月經唔規律、多毛、嚴重暗瘡或 PCOS？ A 有，尤其週期35日 B 無 C 唔肯定。二、壓力大斜線焦慮時會暴飲暴食，尤其甜食、油炸 A 經常 B 間中斜線好少 C 無。三、睡眠質素 A 經常6小時斜線成日醒 B 7-8小時幾好 C 瞓9小時都好攰。第三部分，代謝與飲食。一、食得唔多都易肥，尤其腹部 A 係 B 唔係 C 唔一定。二、日常飲食偏向 A 高糖、高精緻澱粉 B 均衡、間中多食 C 多油、少糖少澱粉。三、有甲狀腺問題斜線怕凍斜線易攰斜線便秘 A 有確診或明顯症狀 B 無 C 間中。快速結果對照，多數 A 尤其第1、2、4、5、7題蘋果型壓力斜線胰島素斜線 PCO 相關控糖減壓核心運動。多數 B 尤其第1、2、3、8題梨型遺傳斜線雌激素均衡熱量下肢訓練。多數 C 尤其第3、6、9題混合型斜線代謝低下可能檢查甲狀腺整體調整。答案分散生活形態為主，改善作息，均衡飲食。總結提醒：如合併月經唔規律、持續疲倦、體重不斷升，建議睇婦科或內分泌科抽血檢查。留言俾我你嘅類型，我可以建議改善方案。記得點讚、追蹤、分享俾朋友。